裝修101，帶大家探店嚟到香港灣仔駱克道全球5間嘅色彩中心，帶大家去睇呢個油漆啦，亦都教大家點樣揀油漆嘅。你好 ，Hello Gary， 你好啊，歡迎嚟到我哋嘅 showroom。多謝。係啊，今日跟你學下嘢，我知道你油漆咧好專業。其實我哋 Benjamin Moore 咧已經係1883年已經成立咗㗎啦，超過140年嘅歷史，係啊！而且咧喺2000年嘅時候咧，股神啊巴菲特咧係收購咗 Benjamin Moore 㗎，所以咧你有巴菲特嘅股票就代表你係我股東啦。我哋設立呢個 showroom 咧，就係會將所有個型號咧都展示晒出嚟，例如啞光、霧面牙、蛋殼光等等嘅，就俾個客人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究竟日後油出嚟咧係咩嘅質地同埋咩嘅感覺嘅。跟住咧就帶你嚟參觀下咧另一個好自豪嘅一個地方啦，就係我哋咧嘅色彩中心啦。當你喺一個充滿色彩嘅環境去諗你屋企顏色嘅襯托嘅時候咧，靈感都會多啲㗎。燈光對於油漆嚟講咧嘅顏色展示好影響嘅。咁一隻油漆咧，如果你喺一個黃燈底下睇啦，同埋白光睇下嚟咧，你可能會展現到唔同嘅色。所以我哋呢度咧亦都會做一啲燈光嘅調校，知道屋企油完呢一隻色究竟係會有啲咩嘅展示嘅。係啊，同樣咧，因為佢喺側邊有啲質光咧，亦都可以望到佢嘅質感樣。Benjamin Moore 咧，佢個強項咧就係用碌去碌出嚟。係啦，冇錯啦。咁啊，歡迎大家咧就關注我哋嘅帳號啦，亦都喺我哋嘅評論區度留言嘅。